亚里士多德说，灵魂不是生命力量，是生命活动的形式，是存在的方向。植物、动物、人类，灵魂写着生命不同的形状。三层灵魂就是理解生命的地图。是灵魂的第一章，阴阳分手，想象是最初的能量。这是植物灵魂 Vegeta 的 soul 的呼吸，每一片叶脉都写着 Survival is meaning 生存的意义，吸收阳光雨滴，生命从最基本的力量开始累积。动物开始奔跑追逐，用感觉前进 sensation 和 motion 在身体里点亮轨迹，这是 sensitive soul 感觉灵魂的语言。生命开始能选择方向，也能面对风险，有了感觉世界变得更深刻，有了运动生命学会前行与可能。灵魂有三层，是生命的节奏，生长、感觉、思考合起来才叫做。从植物的根到动物的风，再到理性的火。灵魂是身体的心，是生命因此脉动。灵魂不是离开身体的烟火，而是每一次行动，每一次学习，每一步探索。这三层就是存在的基础，照亮我们如何活，如何感，如何懂得更多。 Rational soul 理性的灵魂是人类独特的光，推理、反思、理解是意识的翅膀，它能问 why 为什么，能辨真假，能找方向。Actuality 现实和 potentiality 潜力在心里互相点亮。灵魂与身体合而为一不分开，心事与治疗共同存在，让生命展开。只是从感官开始，感觉变记忆，记忆变经验，经验深处理解与道理，不是天上的回忆，而是世界的真实。我们靠灵魂看见，也靠理性连接知识。生命不止活着，而是能学会学习，这就是人类灵魂最美的能力。灵魂不是生命，是生命的节奏，在每一次感觉，每一次思考里跳动，只要你愿意看，生命正在把灵魂的地图向你展开。灵魂三层是生命的根，植物的根，动物的心，人类的思索，生长感觉